各位聽眾，歡迎你來到對嚟邊嚟學見嘅節目。若是講你今日就希望聽到幾個故事呢？你就這禮拜聽唔到幾個故事個，你禮拜梗係聽到幾個故事。你當今日我是要甲人講，拄好拄到今日拄好啲錄音禮拜清調為3本，特別。我是要甲人講，我無插你人蝦米整啲蝦米排本好，我是感覺到馬來西亞有當時要做人驚來講下無通互人機會出去講話 express 發揮你人家己嘅意見是問題來講咧，就是做人 oppress 人，就是我是支持，是人解驚驚到我了，假人聽就唔敢參加，人哋都去驚到了我知特別，若是講你人有。心裏面有支持阮會使，無就是驚。我再即人是支持，是講是驚講，可能來落甲你迄個 ISA 什麼個頭來掠你去。所以特別我到這邊咧是希望人會平安特別個有機會發揮你人家己有誒即個意見。當然講啊，你哋為了買下的人，個請嘅人咧，所以當時無請人起來，特別唔是我一人講㗎了啦。當然事實就俾個人講咧，唔知有6,000人，還是50,000人、5萬人，人會使去本來可見來講網頁，我講，就是講錄部嘅條例嚟講，แล้ว使去編輯為隨我人本facebook.com/本來可見，無就是去對我 Twitter 還是對 Twitter 嘅寫好啊。Twitter 是Twitter.com/John。當今年這個禮拜佢在殺過人這個話題，為啥話題講嘅咧？前期攞2點空嘅話題講到呢，當今我過來請我人嘅嘉賓起來，所以希望我嘉賓佢袂掉咧。OK， 當然請我特別嘉賓，這個禮拜特別嘉賓起來，完全跟我冇關係。特別嘉賓是千載歡迎。Hello， 歡迎了個有我人老椒特別驚我到對嚟啊，俾線你買。Hello， 大家好，我是特別驚。特別驚你俾線你買好。對。你是俾 USB 買？水有一些。水本咯。你係 USB 嘅係咪？USB 咯。個水。USB 咯。咁無咧電嘅聲才長去呢。你講嗰隻神椒神椒靠一刀起來卡開空間，互人吐嘅都是油豆，歡迎。Hello， 大家好。油豆，你是唔是頭一刀起來參加錄音咩？對啊。你安怎聽特別學見嘅咧？我 actually 我用 iPhone 只久啦。然後that day iPad 2出時我就買咯，買了我接 podcast 我就覺得top 10有 Lucy 排第1嘛，邊咧學見。有嘢咩？有嘢哇！等陣拍超正，等陣我換聲晒。ทำให้ถ่ายรูปปัง等陣我就會放，等我除咗吹塊聲，我唔知喎。等我個吹冇聲嘅，等陣一定特別等陣我貴嘅 stadium 係Penang stadium 個有啊嚇。有啊，Penang stadium 有。哇！感謝各位支持，若是無路人嘅支持咧，變得根本未起來講。所以 top 10你講下到底 podcast 是 top 10是 comedy 還是係咪 comedy 嘅 podcast？ 我唔知咧，我只看到伊嘅 main page， 我看到 popularity 邊嘛，然後就排第1咯，變咧學見，我講我同埋看物件，我嘛去聽咯。哇！真係感謝咯，真係感謝。哇！真係歡喜你咁樣講。OK， 即係你我特別去，特別去吹啊！講聽，你就 enjoy 嘅 popular 喲。若是講你 download 到啲 iTunes 就會，然後若是有去寫 review 因為上次 review 你使開5粒星、4粒星、6粒星咧，都有。然後若是講你暑假嚟講，你係5粒星咯。你5粒星，若是講你寫 review 啦，寫講做咩數你暑假嚟講咧，伊係 ranking 啊，你對排名對去哪關咧，就是靠你人鬥快手。แล้วก็若是講你人到底係咪 download，你是安怎聽呢？有道你是到底係咪第 download，แล้ว download 好時嚟聽啦，還是到對咯，我 direct iPad 呢邊 download 落嚟咯。我馬本成日看聽，我馬本 iPad 度，昂無鳥本 iPad 度。伊本成日搞伊講特別，你知伊嘅 internet 個慢嘛？伊講，我特別安怎個聽是等係久嘅 download，แล้ว我講 before 去困嘅時，你但佢那出單 download 咧時啊走去困咯。對，我嘛是。別得掉誒。別得掉，sometimes 未 full 嘅啊。sometimes 未 full 嘅啊。
你就貴 download 佢啊。download 啦，嗬，嚟一半停嘢，然後聽時聽一半呢呀。特別你是做啲 iPhone 你聽，還是做啲 computer 嘅呢？I think 你做啲 computer 會 download sometimes。computer 到 iPhone 本有。iPhone 本往時 download 唔到啊。啊，一半呢，iTunes 嚟個一半呢，你係聊聊 OK，你都去聽時啊，嗬。啊，你講一半停嘢唔見？意思，你去看，個無聲嘅。你80萬嘅 internet。80萬。等陣。喂，你80萬嘅 internet 是啊？要download 揾係問題哦，你要download。哇！嚇，有時講 download 咧是 download 不了。當然我係住呢度啲新加坡嘅，然後我 parent 啲做好嘛，然後我特大 weekend 就過來嘛，然後特別過來是用 internet 用個係小嘅，切針呀，對，你是 download 伊個哇會哦，一句 download 咧，真正慢，伊個 speed 哇慢甲未打閒，一句 download，一句啊，嚕夠解啊！冷，超冷解咯！嗱，你成個得準啊？真解啊！你行得成㗎，不過得準啊！真真啲。報話啲我 download 啥10刀就只 download 咯。哦。好啊。你若是講咱到啲 computer 會聽，咱會使去 iTunes 一下 subscribe 伊本啊 subscribe 伊對 download。哦。啊，對，會使。新嘅 episode 就傳咧 automatic 嘅，伊自動 download 咯。哦，OK。但是你到啲 iTunes 就要聽 subscribe 啊，但是到啲I mean computer iTunes，但是你到啲 iPod 還是 iPad 還是 iPhone 嘅 iTunes 咧，你特別去喺你 podcast 去聽。我唔使講咱排名頭10名喎，第一啦，頭10名入面第一啦，你錯掉是啦。咁你支持各位聽眾，講到 iPad 嚟講咧，我真係真得謝，我對其實梗係謝人我 iPad，梗係謝人我 iPhone 啦。講到聽嚟講係，特別到啲個別都要聽係，你使到啲 iPhone 嚟聽。我時你 download 到佢 iPhone 咧，時間方便，你知唔知？就講你要出門啊，還是你去坐車，還是搭巴士，你使放嚟聽咯。是啊。啊，特別嘅你冇成日看咧，你冇成 download 方便啊。download 一出，你聲成日有淡嘅咧。喂，我燒垃圾菇嘢。我冇淡啊。啊，有淡啦，你聲。我燒垃圾菇嘢啊。我都少一聽，有 delete 佢哦。有 delete， 有唔撳 delete 安尼咯。我唔撳 delete 聽，古嘢佢都聽，佢都聽。delete 咩喎？我古嘢我10把半。我冇 delete，我燒緊了嘅喎。哎呦，你聲佢真係有淡啊喎！誒，我講聽特別驚啊！我喺度撳錄一下，佢就 call 我係司馬上，佢就 call 到你。OK。叫我撳起，一聲特別對隻是。哎呀，死未放啲啊！誒，等我 try 下，幾 call。然後個，但我個就冇話啊，Hello。嚇 OK 未？嚇 OK 啊，夠好啦。然後當今擺每個人就是人這禮拜哇，你特別未了個有到，你到底邊個時啊？是多得一格嘅，但是哇，係是多。我只細漢都搬出邊嚟嘅咯。哦，你搬去到嚟？我搬落嚟就好咯。即係福建話嗰啲又講咧，你厝人你我啲厝嘅咧講福建話。哦，你個是你爸本是邊個人？福建人啊，邊個人？對，我本是福建人，邊個啊？即係別怪你福建話講得搞。嗰時搞，我嗰時候你個冇去，成日講未記起啊，冇去講。別使嘅，我老邊個嘅會。哦，哇，安尼中啊！安尼中嘅，แล้ว你到底？做可能是講緊話嘅字。做可能咪少咗。嚇，做可能咪成日福建話冇聲嘅。真雲吞嘅福建話。哦。你看我學緊南方嘅福建話啦，伊成個人聽起來成個甲冇咩成個人變得福建話了特別你曉講係一種南方嘅福建話本咯。有道。哦，哇。淡薄咯，冇咁準啊。哦，特別你有講華語哦。華語嘢啊。哦，搞，我覺得你個笑掉你變成福建就搞。你幾歲呢？幾歲先搬？
我5年級時搬落來啊。哦，一細漢，แล้วลูก咪是ลูกตอนนี้搬去新加坡แล้วลูกแบบบ่ตอนนี้做好對。ตัวแล้วลูกตัว常常有通對去吹親戚啊，啥物特對邊樣啊？一年對2-3擺啊，咯，2-3刀啊，咯。哦，有機會對嚟邊樣用福建話呢？差不多啊，誒，油豆咧，那油豆是唔是張貴子？對，張貴子。哦，即係你邊面油豆是咪張貴子？油豆咩使啦？叫油豆，張貴子。所以我平日只講油豆，我講張貴子話對，就諗講張貴子啊。是啊。張貴子其實是河南話啦哈，我張姑係。我張貴。好啦，你加 juice。Gajus 啊，未必那比較燙，那叫張貴。張貴好勁你嘛唔是？張貴以前嗰時娘娘話嚟嘅張貴。你記得鐵頭咧，鐵頭咧攞乜鐵頭過咧七粒波啊，九粒波，七粒波。即叫迄七粒波叫做咩嚇？巴布啊，對，咱去做巴布啊時候，咱嘛是千金咯，了佢實張貴你叫。我唔知，你叫千金，千差也知啊，千差咪鐵頭過哦。係咪講係你藥裏面係青豆嘅嘛對？包掉嘅。包掉嘅，有幾兩種會包掉，有你是用巴肚鐵頭嘅。哦，我知啊，有啊，我能夠做我 mother 我會記，我 auntie yang 係青豆香包平平仔1 kilo 對，是了尖頭呢。然後攏是千斤咯，對，咱嘛是有千斤的，咱千斤看你千就濟。咱若是講你俾掂起來，手開掉，掠咧就是平常時千斤咯。若是講你掌櫃嚟講，你賺到冇嘛？對啦。所以你掌櫃唔知是上緊你掌櫃子哦，上啦，你看咱嘅手。伊上個張貴子嘛，because 愛掠嘅時唔是上個張貴子。彎咧嚇。可能上翻咯。唔知就是講啷知嚟講嚟就講講啫嚇。對咯。我想叫嚟啊 ，OK， 想叫佢 at 想叫啊。我得 at 依嘛，打翻先啊。當然想叫俾佢出嚟講 ，OK。但係咱講本地貴子，咱嘅話題是本地貴子啦嚇。本地貴子人最近呢，我是聽下馬人講啦，嗰隻榴蓮，嗰隻阿摩丹，嗰出阿摩丹喎，對唔對？問幾啫？芒傑啊，出芒傑本啊。哦，是話。哇，芒傑有啊。你嚟講。芒傑阿摩丹榴蓮。個阿摩諾。阿摩諾啦，講話，伊是阿摩諾啦。阿摩諾啦是本地貴子嘅咩？那是啊。哪裡啊？冇啦，阿摩諾啦。Custard 啊？阿摩啊？阿摩諾啦是阿摩啦。唔知阿摩係咩？我唔知哦。諾啦，我知是本地啦。阿摩諾啦跟諾啦像嘅。yang ini amonona lagi. Oh. Terus kau amonona sen jual kau ji eh. Apa custard ya? Ha, dia. Isa cilap-cilap. Là mình ra chị chị hỗ trợ ai tiền tiền. Hả là, dia. Tiền hả nè. Tao mà có cái amonona với joy à hả? Amonona. OK， 阿摩諾那邊就 OK， 等我 add 伊去，讓一隻 group 啊。阿摩諾那個，你講先，我等 add 樣。讓是個隻係咪本地嘅貴子？榴蓮。哦，對啦。阿摩丹。咱 list 看係咪物件先？咱 list 咱是兩個。nangka。咱個去講。Cempedak nangka。nangka cempedak。我覺得係nangka。我覺得係nangka較甜哦。tapi cempedak 好似隻甜門，是講nangka較成個貴子cempedak，即個隻超呢。nangka 別煎嘛，cempedak 一煎呀。對。誒，最先咧大聲響，是唔是399嚇？
399特別聲只一行嘅厝，紅絲喂，啊，是唔是你啊？聽到，你是唔是你厝嗰隻紅絲啊？講啦，我就冇多，我邊靚嘅厝啊。哦，那就最少是阿摩諾娜，係阿摩諾娜做紅絲。咁你到落時啊？冇可能，我真有聲，我厝只店都無紅無半。哦，阿摩諾娜，你是本地鬼子還是外國嘅阿摩嘅鬼子？我本地鬼子啩。對啊，阿摩諾娜，你記定當時係讀冊時嗬，嗰時候特別有讀講本地水果啊 ，local 嘅 fruit 啊，薄薄漢tempatan 啊呢嗬，我會記講是係咪咱 list 佢嘅，但係birthday，我會記 birthday。birthday 係咩 ？birthday 是木瓜啊，係啊，木瓜，對，jambu 佢係漢裝咧，jambu 啦，本地 jambu 是紅 jambu 細細粒嘅，酸酸嘅。然後 jambu 車有兩種嘛，有係 jambu batu 嘅，另外一種瓜吧。我聽到細漢嗰時只係jambu batu 是細細粒呢，即係米字嘅兩邊。然後另外一種係較大漢嘅是較有嘅是大粒嘅，是無籽嘅，一甜嘅。溫水未分嘅嗬，即係是。是啦。แล้วก็咱講นอนนะ是你ตัว想起來，但係啲個 discuss 掉嘛，นอนนะ是伊個皮才嚼嚼的嘛。哦，是㗎誒。哦，伊是啥？阿摩諾娜。伊是 football 呢？是 football。伊是 football 呢？係，diamond 番嘅車食嘅。啊，肯定都碰啊！係咯，你錯買賠。冇啦，冇錯啦，乜都冇錯冇錯啦。一地碰啊！伊是寫左和 stay。係啦，是個成乜成個錯咯，唔是成個即係bumpy咧嘛。啊，bumpy啊！我想老實講錯成 rough。一波啦，我寫 paper，我寫 paper，你寫 football，因為是錯成老人嘅賠咧嘛，一賠。波，那解啦。老想，你訂，你是你開是你訂就係伊用你手嘅你壓就係後可以開起來一別嘅然後你掀開來一陣內，哇！你看到你慢慢掃咯，就好似係水電咧，然後伊兩邊哦，比如我這你冇食，我話20幾年冇食咯。喲，我覺得真貴喎，一粒4塊貴啊！俾我馬古到對嚟啊！OK，你係 mute 你先啊，是你到底係你個 send message 啊？我 encore，我馬古個 call 咯，我 IM 咯。OK。有貴啊 ，watermelon 嘛貴 Australia。OK。俾喎 watermelon 1 kilo 塊貴呢嘛，冇貴啦。係冇人俾。試過。我行下住掉ว่า30幾塊快多了嘛都算到對我人嘅外類我馬來西亞你都愛巴去啦試過啊我特擺俾是差唔多2-3塊呢喎特別可能先至你我都冇俾佢哋俾冇啊我去 market 俾我一人食嘛啦食了佢了正我都咪咧我人俾是แต่เด็ก嚟做 party 嘛ว่าแบบว่าขี่ Farmer Jack 俾啦อัน真係貴ไม่貴啦我俾1 kilo 塊貴呢嘛見招都貴下見招把都1 kilo 13塊啊馬來西亞會40幾塊1 kilo 未食好貴咧啊等陣我俾看最先個紅線是唔是阿摩羅娜是金配嚇？但 OK 讓 mute 看一人 mute 看即個青菜 mute 有話 mute 冇亂落人冇，就是399 mute 你麥看 mute 399。伊 computer 嘅聲可能是，對你 computer 嘅聲，對啊399是你聲，你若是要講話是你個開你麥399，來問你聲399你是個只阿咪，你是唔是到底你 laptop 嘅紅是啲胖呀？係啦，飛車哦，未搞我一聽到垃圾，特別攞你紅線，特別冇你紅線先到。伊頭款上濟伊紅只大聲，你也是特別我唔係啲面頂嘅嘛，我唔係同事同我 friend 嘅會。特別聽到本你 sensitive pick up 到你咪，你 computer 貴嘅，你不要緊，你 MacBook 啊？你 which part Australia？你不單你 iPhone 咯？
有啊。你 iPhone 嘅 microphone，你 iPhone 嘅 headphone 咯。把你拆掉咯，佢哋 headphone。你拆掉，你冇換去 mic 個。哦，當你當 still internal 嘅 mic 個。所以我就要去換伊 setting 啦。啊，你去 Skype 位嚇，換咗去伊個即 built-in head，你唔是 built-in，係 headphone 即係，你換去 headphone 就對較明嘅。感謝。Underside microphone 嚇。哦，你是 built-in。in 我買係 built-in microphone 嚇。對係嚇，買係你 built-in 嘅 microphone 係你 in 啲 headphone。啊，講話嚇。他冇聲。Thank you, girl. Make sure 你清掉你 headphone 是有麥嘅本啊。有啦。嚇，有啦。iPhone 嘅 headset 嚟嘛？冇聽到行事特別。你換未？我驚佢哋 built-in，我冇驚 headset 咧喎。你冇喊把你 microphone 咩？等你拆掉。我拆落你 MacBook 就買落撚炒。你 MacBook 就先。係咯。特別好，之前就播嘅一幫年。哦，你可以看你把你 program 冚嘅了啦，看你 processor maybe 啲驚掉。或者講講，別緊你再叫別緊，你冇講話是咩啦，講話是佢嚇。因為我未รู้特別唔係個，我未รู้嗰隻本地鬼子係咩榴蓮呀，我就係。榴蓮阿摩丹怎不得？嗱講榴蓮啊，當然是榴蓮檔哦。是，馬路嘅榴蓮呢？唔是貴年攤食嘅咩？當見榴蓮，當見榴蓮㗎了。特特啲攤食了佢哋。係啦，唔是貴年榴蓮嘛？你邊年榴蓮今年攤食攞刀呢？你貴年攤食唔是邊年榴蓮嚟？哦，啊，你泰國嚟。哦，有的大人的有的是美蘭的，特別你食普羅還是今年攤食攞刀呢？我去普羅做節，哇，夠濟人咯，巴士搬來，佢咪搬來啊，即安迪有嘢啊，嘢係。good 呢？我講聽啦，本地嗱，按照邊個上地榴蓮㗎啦，本地你普羅榴蓮係咪冇上呢邊所清查？冇別啊，冇別上榴蓮多多了有吧了，冇別正正嘅咯。哦，แล้ว那是有別呢成種誒，每時不啦，喂，其實嗰是普羅榴蓮是白色嘅，冇硬嘅。冇榴蓮上榴蓮啊，個了白白嚇你。冇，我是講咱普羅榴蓮唔是啊，有冇上正本嘅嚇？要一般。其實 OK 哦，正正，都愛食下面。啊，個禮班，個禮班，cost 咁樣哦。無止嘅。哇，無止嘅咯。哦，cost 嗰是無止嘅啊。是講cost 嗰冇活啦。就是頂住刀樣鏡叫出來嘅，真係是無活嘅，所以係你榴蓮叫cost。解喎呢？好笑。頂禮拜我去食buffet，一人15塊呢 ，eat all you can。哎呦，得落去普羅啊！嚇，普羅去朋友一隻咯，แล้ว一個榴蓮個哦，即叫咩啊 ？mangosteen 叫咩？芒葉。แล้ว有能㗎，伊有咩？แล้ว有紅奶啊，我咯。哦，一樣赤便便呢？樣白便便呢？咁樣。榴蓮落去，แล้ว一粒白龍椒，แล้ว芒葉一規湯下啲邊路去白來椒。哇！10個塊別派哦！10個塊別派啊！我看食飯嘢喎，食飯嘢落去，係你有嘅馬路，冇人坐巴士。咱坐巴士咯，我冇愛去，咱隨定巴士，邊嚟學見你巴士？你啦，坐係你 rapid 咪啊咯？係對咯，咱隨啦，決定嘅包啦 rapid。哇！I can't imagine 對是啲拍啊！有時決定巴超市，對是伊巴士man有嘅，咱幫配啊拍頭塞一車行。But what notice ว่า咱本地榴蓮呢，伊有係你 acid 會比較 strong 咯。啊 ，acid 會比？較重啲啊！咱嘅榴蓮係比較重嘅。
嚇，較重嘅，你記得會大啲嘅，你是講，或者胖。你是講只係是拍二是？無你開來是，咱會榴蓮入邊較重過別人嘅咧。哦，是講成個是未曉食榴蓮，人就講臭味啦啊！臭我帶一個阿毛狗去食，伊講 taste like shit。taste like shit 咩？伊捌食過 shit 咩？你是意思日本料理啊？無，伊是阿毛人誒，了伊來嘛，了我人嘛去帶伊去食，哦，伊講嫌味就感覺臭啊，了我人嘛叫伊 try。了伊講伊 texture 呢黏真個哩嘅，嚇，所以咪食。了我人係都喺頭先直食，講係你味嘅臭啊。未有 enjoy。嚇，冇人講咩？嚇條嘢又冇搞，講唔介變靚嘅。只要冇啊！你嚟馬來西亞嚟變靚就是特別趣味啫嘛，特別趣味即係榴蓮啫嘛，嗬。但是你冇試過冇？冇咩？特別對伊人伊個味真正 strong，成有 acid，然後你味都知哦，樣 feel 到成有 gas 嘅味嘅咋。哦，對，特別咖喱榴蓮冇試過呢味嘅咩？咖喱榴蓮冇試過呢，別是佢可能本地較重啦，咁馬來西亞。因外國即係泰國冇味嘅嘛，冇呢驚印度嫌臭啊個。我是人到底馬來西亞是。按照普羅，特別接落來成個大項目是成個普羅是出名榴蓮嘅嗬，因為邊有製榴蓮棒啊榴蓮灰。榴蓮灰馬來西亞嘅榴蓮是檳榔地軟滑嘅，了因為普羅是灰嘅了，這裡係你北海為滿有嘅，平常時成個無榴蓮當你食榴蓮，人檳榔人食嘛食北海嘅咯。哦，特別榴蓮係你6月甲年尾嘅咧，我真正迄陣咪是攞刀嘅時，就是人會普羅嘅。唔知攞刀呢？你睇依個buffet啊嚇，我真正我年尾嘅時有buffet唔知。伊有檔嘅時就有buffet咯，有是榴蓮檔嘅嘛。你我不到我2013年對嚟時我被安排都對嘅，是安排7月，6月尾7月對嚟。6月尾7月啦。嚇，地水啊！你買上頭前嚟，上頭前榴蓮無講真濟，然後你到話你地昂嘅時候，因為榴蓮個謝過頭啊嘛，因為你實做 export 咧就，所以你存真濟，然後你攤食個濟。哦，厲害啦！三九九是第厲害啦，會食 expert 嘅，係食 expert 嘅。我嗰時食榴蓮嘅 expert 嚟。我嗰時個食芒葉本都就。芒葉我食特別驚，你掉衫洗未掉嘅。我諗唔啱嚇，你穿學衫啦。我頂次去嗬，伊安哥教我人啊，白芒葉就有特別嘅。安怎講啊？伊講你，因為芒葉是面頂毛前有頭一個花咧，花咧那條葉枝，然後你切掉，你咪切伊，你咪扳掉一支啦，到咱講嘅扳掉一支，咁白用嘅嘛。就安哥講，好啦，你轉邊啊？嗱，乜都揾頭白。嗰隻人揾頭白。好啦，細漢個大漢不係轉邊啊？你是唔是講嘅？你頂面伊個掛，伊頂面就青會曉天啦。然後你手攞餅乾咧折，然後到底邊啊係折落去啊，到餅夾餅。折中啱折貴咧嗬，你就白一半起來啊嗬。冇特別咪真係白。你用葉機嗬。我見唔到。反攣伊咧，伊就規個芒葉是伊個白嗬，就對伊起來了，成個下掉啲叫，然後成一粒花，反正都就暗。就暗。誒，生叫叫啊！大媽你忘記食阿妹哦。只我人7個人叫哪隻啊？哇！夠焦哦！好了，阿妹把這個講，然後我咪到啲即係本地貴子啦，然後芒葉，你講芒葉只驚掉衫是一接，你林你一接掉你衫下。嚇！你掉就是洗未起咧。哦，你咪是穿我食嘅衫，還是林你一食嘅衫，啊，本就是穿學衫咯。
學衫，我只是穿嘅時候穿燈色衫，但係洗嘅時候伊變皺色去，然後本時看會到。哦，伊拎嚇，是嗰時伊拎嘅是伊南邊食一隻。伊內邊啊食一隻。一噴咗紅紅咱暑假食即芒果是安怎呢？係咪物件？暑假食一酸酸甜呢？嗬？一酸甜，一個白骨骨嘅嚇。有時除掉，因為伊白白色嘛，有時除掉你透明色嘅，哇！你好料啊！對啊，你食廿八啊，有人講廿八，除掉夾咗廿八芒果掉。誒，特別一種食甜係唔是？你透明嘅。你食韓國除掉食嚕食 lucky draw 啦，你帶條糊嘅時哇 lucky draw 除掉波。garing tapos ida. Itampo garing嘅呀，透明嘅。Tapi yang 講咧，我就係講，if 你食榴蓮，你特別食芒果 ，because 芒果零。哦，你榴蓮咗咧食一個 balance。你特別你 when every time 你食榴蓮咧，你食淡薄芒果，แล้ว人較冇呢人咗。又唔是講食榴蓮，你食以前嘢係榴蓮嗬，你活嘢起嚟，係鹽水淋，成分淋咗嚟食。即係有冇嘢啊？鮮能啊！你是你食了個做嘅啦。對，唔是做一個食啊，是食一個做。我食了個做，你做。你阿我做了個食，你榴蓮個做了，你卡嘅位個。你食你嘢起嚟。冇你使食性，你咪記起來個食性。食榴蓮了，就係豆水呢，往豆水呢，係你榴蓮卡嘅位，แล้ว豆水咧揾鹽。有冇講揾個半年做咯。誒，啦對嘛啦，榴蓮是人即個本地果子嘅昂係啊，本地果子昂咪是榴蓮咯。這唔是本地，伊是 consider Southeast Asia 全世界嘅，伊是 King of Fruits 嗎 ？For Asia 啊，還是 for global？那是講，I think 把你微博人 name 係 fruit king， 可能人講。今日咱講咧，Asian 講咧小嘅 name fruit king 嘅，冇嘛，咱記定到咱讀嘅時是一個有即個芒果是伊個 green 啊 ，green 啊對，紅無，伊個即個榴蓮是紅地，紅地啦，有王子加公主嘅，有話咯，林牡丹嚇，阿莫丹啊，咱講阿莫丹。阿莫丹我驚食，特別我食驚咯，因為伊特別阿莫丹食隻蝦嘅。我出來我第四行哦，都食隻鴨咯，特別我買對嘢佢大包哦，我條母哩叫我去白啊，掉個龜卡去紅蝦嘅，然後食驚。我蝦。是我呀，真係啊！伊個只大隻，我說啷把爆過哦？伊爆過是只隻學椒呢？你啊，掉，落學椒呢？裏邊 acid 嘅了嘛，但掉落啊！哦，係啦，去爆過哦，我把爆過本來只掉。這個就是個只阿莫丹啊人。我本是個只。哇！tapi 我第無 suka 食是 when 你食一半時，伊個籽嘅內面，佢哋配掉嘅，哇！有豆呢？有豆。你 suka 食阿莫丹？OK 啊，我 suka 食阿莫丹。阿莫丹你個厝仔還是去買？無是。我係當見我係煲嘅伊嘅老厝，伊只爭阿莫丹嘛。你煲是特別到底新加坡還是特別馬來西亞？煲 JB 人。哦 JB， 所以你係厝有啦。有對。你係即個叫咩嚇？你係調人嘅厝。sort of 啦。你厝內面伊厝在阿莫丹當今會開花，當今是唔是阿莫丹嘅幫啊？唔知咧，應該唔是咯。未必是啲紅嘅阿莫丹紅嘅，我聽我問講用隻阿莫丹。對，用紅咯，特別幾張呢。哦，แล้ว伊個阿莫丹咧叫一種阿莫丹是金色嘅、黃色嘅，唔是紅色嘅。對，黃莫丹。紅色嘅好食咩？黃莫丹。對，黃色嘅無甜嘅。對，是呢個鹽咩攏捌食過哦？啊，拜。是鹽咩好食？
一個冇人嚟做，冇特擺一隻我等達條卡手夾上佢熱，所以我咪得隻嘢話。試飲是安怎又未識就是嚟試啊呀？冇啦，食咧了，食咧白了沾鹽水。嚇，是鹽水差唔多半點鐘。我是聽人講啦，嘛講唔知是唔是伊嘅鹽水？是怪菇嘅，尋伊嘅皮，咁了是嘢就冇開。嚇？是咩？冇採過喎，可能。我冇喎，我人都是白嘅了，沾鹽水啊，係啲數都係靚靚嘅，我得個嘢嚟接嘅話。I think 一種係你試鹽水嘅時候，一沾可以拎出嚟。係啦，聽啦，聽ตัวปูล้อ做ไอ้ข้อนี้咯ตัวปูล้อไอ้ยาไว้食一杯，伊阿冇等食一杯誒。ก็เจ๊ก็แล้วสิอุ่นๆแช่เนี่ยไอ้โบอ่าง哦，所以是試陣間人試暗布拉呢，成日上一轉很係。แล้วสีที่จะเลยสังกัดจะเลยตัวเลยล้างไงเพราะเนี่ยจะสังกัดเลยหลังจากเลยกูจะก็จะเลยหุยอ่างค่ะสีที่ลาบินเนาะ哦，就啲硬拉麵線你講是咁硬嘅咯。伊真係只飲啦，時間先伊咪是伊配就有噶啦，係咯，伊隻阿莫丹嚟配，我食噶啦，係咯。เดี๋ยว咧เป็นจานเสียบ皮咯阿莫丹เป็นคาเสียบ皮เป็น叫水係。tapi unya好食嘅。安怎講佢伊講佢伊味素先，所以我冇食過。總之伊是鹹淡薄鹹咯，伊較無咩甜去咯，但伊鹹咯 ，because 伊人already plug 伊嘅時都無鹹無甜嘛 ，because 伊 still 半。你伊把有不是啱搞是變咗薄薄去誒，薄薄係唔是薄薄？香，香，哦，小香啊。tapi 伊是較。伊較像較無呢 dry 較 moisture。哦，แล้ว佢鹹你淡薄鹹味嚇呐，咪是想人鹹水甜嘅嚇呐。對。即特別but now I think 人無做啊，即是古早我 grandmother 人多多有做嚇呐，but now 真是唔知個有特別冇 grandmother 嚟睇。我每個邊啲學見你聽講，咪是當直接把食過，再甲我講下。再到底談邊個談？佢就是家己是。誒，我未記開我 chat room。佢話食嚇，แล้วก็要豆咧，要豆都是家隻咧本地桂子，係咪桂子呢？阿莫丹係咪本隻啊？榴蓮冇隻呢？我都冇食榴蓮呢。我冇食榴蓮。我食榴蓮呢？直接冇食，阿莫丹冇食榴蓮。我冇食榴蓮呢。你做咩炒味當？哦，攞炒啊！炒咩？แล้ว要豆都是。我是個 AB。我未感覺炒啦，特別。我是食嘅，我食一粒呢，都無蝦米。一粒是一盒。一盒咯，sorry。一粒是只隻。筍苗亂，安尼好食嘅物件。是講我只是你冇食。姑 maybe 有本是上帝嘅隻攞血白嘅嘅啊，攞血 maximum 咁。我見咯。我未見呢。佢講見呢？我講聽，我冇食榴蓮，特別我食榴蓮龜哦。哦，我講聽榴蓮啊，我是見食我就特別我食嗰陣是愛發燒嘅，然後我大部都唔是發燒，佢就是條直啊。你食上正啦。係啦，生叫講話咗，掉，你桂子啊，啲桂子聽直直係咪嘅？小貪心啦。我覺得有食啊。袂使報到有食榴蓮嘅咋？哦，真係甜啊！你特別食淡薄物件，你袂使空，真係有我想講要空啊，要一刀去縮開謝，直死咯！啊對，一樣講食啊榴蓮袂使啉酒嘅嗬，是哦。你報到爆炸嚇？死人啊，成種係。報到爆炸。冇啊，伊 chemical reaction，因為榴蓮有 certain acid 嚟，然後你食。對，你啉酒啊吼，你會紅飲成掉足了，嚇會得了會死去嘅。哦。所以食榴蓮盲去食啉酒，你要是even食淡薄呢吼，แล้ว你去啉啊，外國人啊發燒一禮拜。哦。แล้ว若是啉酒啊，家己食榴蓮呢？香啦，參掉就袂使啦。參掉就對啦。袂使參啊！แล้ว講聽咯，係咪？你講你自家食嘛，三叫你就俾食到最好嘅榴蓮，加水蔗咧。我唔是食個5-6分滿。水咧喎，水粒咩啦？我媽買，哇，是買5粒榴蓮翻對來，然後下翻一碗一
伊買攞入對來嘛，แล้วก็就是叫下啲人白啊嗬，係啲壓入對來，แล้ว入來咧嗬，或是我成對到厝，就是我成熟性咯，還是我換對到厝，我厝另外一個上班攤甲我縮起咧，應該是全部一個啦，安尼可能咯，所以就看兩頭一個成對係成咁。哇！我會食我特別我食個5-6分咧，我第一條食嘅喎。我可能我報道未燒，冇咩燒啊，我冇咩關子食。我食你可憐咩喎？你是個食一種白白的皮可憐，還是黃白？冇黃嘅，金紅，一可憐，我就冇焦味啊！我本是個食，我本是個食可憐嘅本。我是個食白冇食啦，食個薄多紅啊！你會啲啲，你是個食椒子還是個食有血嘅？不食有血還是冇血嘅？咁樣冇血嘅，咁就一種冇血嘅嘛。啊，但係裝冇血。考試官，我考試官。唔是，一是冇血還是椒子？椒子是細細粒嘛？哦，完全冇血嘅啊！我唔捌食過，特別人甲我講迄一種是冇血咧。哦，考試官啊！我唔捌食過啊，特別人你講我愛食考試官咧，我冇血咧啊！好了，我教識啊！แล้วก็เราแค่นั่ง榴蓮，講到榴蓮咧，佢講北行本地鬼子，有多節菇啊，我見咯，哇，屌你！以前個學堂咧就，我節菇，不如食坎坷脆啊，我真是。我食蔗你冇食到啊，我真係我細漢你是食蔗。我係個長，應該要去迄個叫你那文山迄邊甲有啊，唔是特特你文山有嘅啊。哦，我個係文山，我一行喎。我個係潮嘅。我個係潮一張嘅啊，真正搞聲！我聽到對是一個節上班啊，成家人半段去班。上濟啊！嗬。我見食咯，食呢。嗰一個啊，叫咩石榴啊？石榴啊？知哦。石榴是唔是 pomegranate 嚟？唔是哦。對。哦是啊。是。我真係個食嘅喎。喲，我一邊啊。但你一粒咪嘛，你just 幾粒嗬，你切又到切絲餅啊嗬，你我為乜字咁？喲，我冇我講聽，我講聽，我真切生叫叫。我咧是部，我是部，我這邊就是 fall 嘅時啊，即係秋天嘅時，呢度出咧嘛，出咧 pomegranate 啦，出隻石榴咯。然後我石榴是真正大粒嘅，差唔多成個我時成個隻葉那大粒，唔是咧葉白殼嘅，白咧絲葉啦淋，一隻葉殼咧定嘅，一隻葉那大粒。然後我諗到我特別白時啦，我是學啦，但是佢解是講你用呢刀係你刮一倍淡薄咋。所以鬼配淡薄可以配差唔多冇夠白個啦。我是都是切嚟講，伊水咪是轉出來咯，伊硬嘅水轉。所以你刮伊配淡薄，有時你夾一個刀插一個淡薄，伊刀安尼撬伊就可以開起來，所以開起來伊咪是伊個別轉水是個咯。然後 instead 然後你 instead of 你夾刀佢係白嚟食，你就浸到啲咧。即電巴有嚇浸水咧就，你規粒話咧就係到啲水 underwater 嚟白伊咋，所以伊嘅水接伊被噴死嘅咯。然後你時可能個你白個了嘅時候，多格格咧時間嚟安尼咁樣嘅頭工嚟食啊，特別。哇！你麻煩是特別麻煩啊，特別好你食到伊嘅薄了。絲餅啊，我食腸咁樣開啊，一脆啊，我哦，冇我接一粒食咋，我是講咧接一粒成個你就加工翻，一粒食。我聽冇爽嘅，我可咪食菇，貴啲啊！我嘛有來時，你話嘛就講白係去成都會貴大，即係愛呢，多愛嘅啦嚇，你話愛時一度嘅頭姜嚟食，好了。我名，我 juice 嘅好食。揾假咯。你是本地，你唔係有家己嘅聲咩？是我想。一聲特別嘅坎坷，一聲出。細粒嘛？大粒。哦，冇一聲，一聲糖啊。
แล้ว maybe 無安尼甜啦。甜嚇，酸呀豬咧，酸呀豬。酸呀豬，你是講羅仔嘅，你細細粒青青啊？啊，對。我係咧愛揾羅仔料嘅咯。啊，是哦，是試飲啊是。試飲好了。試飲，佢在試飲啊啦。我一個叫咩？安布拉。安布拉好了，安布拉，哇，你水哦！個攝啊，個攝。哎呦，係啦，我本嚟就係咁食。即這個有道咧，有道是個隻安布拉。有家姐，對邊個通食呢？這邊個都無通食，該派出。我對邊個叫大家去嗰邊入去，又嚟加入啉。對，我想叫。安布拉水杯啊？好了哦。對，好了啊。好啦。啊對，然後我去所在嘅 restaurant，嗰有一隻嘅安布拉一隻，咁叫。哦。我叫一隻嘅。對。嗰一項我唔知叫咩，伊上間，伊規是青反正就，然後古早我會記我到小學為止嘅青一粒嘅，然後。伊迄個賣人吼，伊逐個成講，你逐個人切面切酸呀煮成切，伊個肉位比無切出來，伊條咧，伊啥有一個揪誒反正嘛，伊切塊，反正吼，然後用烏豆油甲糖誒，我毋知你規啲叫咩啊？微青，咱伊內裡面有隻伊把內裡面籽是軟，伊有籽，特別內裡是軟誒。酸呀豬啊！伊是浸啲黃水嘅遐，你浸啲黃嘅水嘅遐，伊浸啲伊 yellow 嘅水嘅遐。你咱讀冊是食嘅嘛？對，我唔知啊。讀冊我一對你嘅啲就有賣，一粒唔知幾多，用烏豆油摻糖嘅，伊烏豆油摻糖嘅，反攪炒糖攪啊嚇，你也你規隻反貴啊，反食嘅，然後伊內裡有籽嘅，伊籽外口。有包了一煙啥骨軟嘅物件呢，反正。特別我唔知你規隻叫咩。哈，我知你講咩？你是伊成個有一煙嘅軟嘅皮咧，是內面嗰一粒籽嘅嚇。對。你是安布拉嚟嚇？冇安布拉定嘅嘛，安布拉都白，安布拉都愛包。你是酸呀豬嘅嚇？你是講細粒嘅酸呀豬嘅嚇？我食嘅嗰陣，伊唔是酸呀豬嘅，我唔知叫乜咩。伊肉濕嘅，而且你伊肉你夾人反食後無味素嘅，伊成青濕嘅反正。成無看過無食過嘅。聽死明講嘅啊！伊毋是酸呀來，我知你講誒，係酸呀真換水，係你去關仔角有人賣，係你阮一頭食哦，阮隨便阮會使食，特別我講嘅是換烏豆油摻白糖嘅。哦。我唔捌食過啦，食咩啊？我唔知叫咩啊，等我。你每看邊啲學嘅人個知啊？邊啲學嘅聽講佢哋個知。佢咁樣講起啊，chat room 咯，佢就 chat room 啊。chat room 人講啊，你講 chat room 咪是邊兩個嘅 chat room？啊，你講 chat room 哎，我未記得啲 Facebook 開嚇，對唔緊啊。然後個有木瓜呢？當時個隻木瓜。沒有，很食木瓜很老實。木瓜係糖加係。Boston 啊，是唔是講 Boston？旁邊講 Boston，唔是 Boston 啊 ？Boston 是細細粒嘅。Boston 對。Boston。我唔知啦。他們language 係。Boston 是細細粒嘅咩？細細粒嘅，那差唔多。哦，差不多呢。哦，那多粒啊，那多粒啊。伊成個酸呀豬嗰啲款嘅，咁比酸呀豬個大個。啊。哦。伊差唔多有比安布拉個大個本下。Boston。對，我想未起嚟咩？好料伊。Boston，我想到俾我想講唔是咧。我想唔是。我是冇聽過，所以我唔知。就是
完全是檳榔甲有啊啊，應該別人無。我會知啦 ，Boston。我細陣時冇看過，頂到時咱只借你一種你咁水電嘅打，未只借你可能物件嗬。就落去嚇，還啦，我只借。但係人講你上日做實驗係我媽個係鹽加雜白布隆嘅咋。好啊，好了，係成都哦。你切絲可能有時。你好似你在心托到心喺你下邊辦公下邊去啊！嚇，我係廚師係下邊係就係布隆，然後有時帶淡薄水柑。係你成間什麼鹹地咧 salad 呢？可能？劇咁喎，特別講上下啲順度啊，係個靚靚啊，我夾佢自己牙出嚟食哦，好了。對，哇！雜白布隆，好了咯，小肯定未去。我你有時啊，係小姐落哦，別當。幫曬時出開嘅較出意。我也配。也配。但係我講個就係咱會講下這是點啊？即係。我再講個。Jambu。木瓜，咱先講木瓜先。木瓜，你講隻舊隻一隻老西嚇，木瓜特別比幫西時食就又好嘅咯。對，好幫西。特別木瓜袂使食傷濟。做咩事？因為伊會着胃病。伊個 carrot 你袂使食傷胃頭濟。伊 carrot 對，隻胃啊。你食了食傷濟，你看伊手胃胃嘅。幫木瓜有一種，你會記一種夏威夷木瓜細粒就好食啲。細粒嘅，你食甜，那一把個頂啦，薄呢女，薄呢肌。對。我係個咧，就是講你講到木瓜係死嘅咯 ，because 伊講木瓜就臭味啊。然後伊講木瓜就臭味，你讓幫西嘅時候，食木瓜幫西嘅時成個木瓜味啊。唔知啊，我冇食嘅，我很老細，所以我冇食木瓜。有誒咩？特別我知講你食下你華龍瓜，你拌椒甲放西是紅紅嘅啦。哦，迄個是叫做 dragon fruit 啊。dragon fruit 龍珠果。迄個紅色嘅好了。安怎講啊？福建話？紅色福建紅色甲我們叫白色嘛？白嚇。靈珠果。唔是咩？零住果，真係硬嘅啦，都食了你攰嚟脆啊，甲你下下呢就食啊，反正。呢就食，伊是冰嘅，shocking 冰嘅，反正硬嘅啦。你是講到，有人硬菜呢？你食貴一粒嘛？你食貴粒啊嚇，你去拌椒甲放西好咪？你西本是硬嘅，但下就冇菜佢就打破開啊。打波嚟啊！哦，你唔關是紅椒啊，紅椒嘅事啊，你咬嘅時本是硬嘅。咬，你件事咬。你講咬成個，你講伊咬成個崩晒，你講哦，你咬嘅事啊，你真真，平時乜都咬嘅。咬出來物件應該是個maintain上下你食嘅，崩出來嘅物件，甲只是無相食嘅，因為你不多已經有 process 過啊。我是咯，咬出來是阿無 process 過，個大了你不多個，所以咬出來。對，我特別我是咬出來是一個驚會食，你打嘴出來。打嘴，唔是車食咩？係咯，打唔知車食就會笑啊，唔識會咩？會車咧。會聲啊，搞背你咬車都是搞特別去 hospital 啊。我成日點啊？個另外一個句子勁。哦，好呀。巴魯來了，巴魯有了。特別勁勁是用國嘅，巴魯嘢當嚟啊。特別勁勁唔是六個，勁勁是 China 嘅。哦。嚇，勁勁中國，勁勁愛領地方嘅嘢嘛。哦。都有荔枝。嚇荔枝勁勁，啷個嗰隻荔枝是勁勁啊？我嗰隻勁勁係甜。勁。內行本嗰隻特別勁勁，較好了。勁勁嘅做啊。要到做咩事？你嗰隻勁，卡是嗰隻勁勁呢？是了個影子啊嘛，我是個只用是只地主子啊，對啊，你配嘅白啊，有個大了，我先攞感覺掉你勁勁都白是成個白就剪啦，可能啊，掉都冇叫馬達古精嘛，哦，勁勁我是個只帶，係咧，你知啊，大家勁乖，只愛啊，哇，勁乖，你特別只個發燒啊，你我是個發燒啊，我係只能係只幾包嘅，哦。
那個油啊，我本是一人食一粒。啊，對油啊！驚人嘅，我一人我坐啲電視機慢慢食幾粒。啊，嗱，對油啊！誒，咁啊，嗰一種咧本地真正本地是迄個死叫做咩啊？阿莊啊！哎呦，伊是 brown color，不一股，唔是不一股冷殺不冷殺？不冷殺，哇咧！咁伊不冷殺個哪種的嗎？相款呢？伊是叫咩？不一股，唔是不冷殺個不獨股，啊？唔是，唔知另外一種，另外下咧，另外一種好食，但係我未記叫咩啊？不是很細粒嘅。係咪 chat room 人？係咪講 chat room 人？清餅嘅事有人買嗬。我獨股啦。伊皮較厚，獨股殺，皮較厚皮較厚嘅獨股殺。Bò đu cu咩？拜龜。獨股殺啊！多粒咩嘛？bò đu cu có ti。嚇，bò đu cu，伊皮差唔多上乜嘢事啊？bò đu cu 啊？bò đu cu 加bò冷殺啦。哦，bò冷貝。嗰一種bò冷貝，你啷知哦？bò冷貝。唔知。啲bò冷貝是拜龜嘅呀，還是bò đu cu嘅啦？拜龜，bò冷貝拜龜嘅。拜龜，定時我聽Luca先問阿龍講嘅，特別我唔知下你係咪？係七個半，係是成個bò冷殺啊，可能特別伊較皮較舊，成個冇得甜。bò冷殺，我食隻bò冷殺喎。我嗰時食係你bò đu cu啊？bò đu cu啊？唔是頭都講咩啊？另外一個。bò冷貝，bò đu cu 啦，bò冷貝嚇。獨股殺啊！獨股殺嚇，獨股殺。我嗰時食係你。你有一隻 logo 哈，你日本地。係你邊 color 嘅jambu叫咩？啊，jambu 愛啊。水翁啊。水翁。哦，那隻係多多粒嘅，伊多多粒啊，是成個皮康嘅。有jambu 那種嘅嘛，一個是青定定嘅，然後一個係邊 color 嘅嘛。你冰下咧冇攞裝嘅，裝是細粒嘅jambu，細粒，然我細陣時食諗要餓起來。唔係，jambu愛啊，jambu愛啊，食亂食，我愛jambu愛啊。係你好食，อุ่นแฮกู唔是อุ่นที่多雜料。多粒嘅，係水培粉。係水培粉。啊，水培粉係多粒，係你食較晏較有響，怡保來。嚇，細漢你是食細粒嘅。我較大漢嗰時夠食到，你話厝頂嗰個齋介仔真正甜嘅嘛？特別你條包，你無包伊成糖嘅果子糖，伊果子你烹嚟定嘅係成糖。特別食淨係洗清起來，伊卡串入邊愛切掉，因為入邊加隻蚵起來。係咯。是啊，講咩個啊？嗰個我未記福建話再講啊。你講啊 ？Star fruit。佢搖頭搖頭掉。搖頭。小姑婆知啊咯。誒，我剛才攞咗睇搖頭。啊，等我每次看搖頭，按咗隻路搖豆。就大概成多隻。切葉邊哦。切到一條一條咧。對，你有食伊嘅邊啊？散食伊，你講咗成個下。有伊講咗伊絲，可能搬出來，夾出來。你攞個絲就沒有夾起來，就夾起。攞出來咯，黏黏咧。對啊，你紙黏黏嘅。你對嘅，你刀嘅，你頭整尖咪響靠就係想有皮嘅咧。對，想流皮嘅，流皮水啊。對咯，搖頭對。我只見隻搖頭本嚟有幾時甜嘅事，是阿婆只隻你龜子蛋有賣，你唔是龜子蛋，嗰邊特別賣迄個龜子夾呀，龜子夾嘅事啊。嗰隻行。係咪？馬蹄。哦，我只係馬蹄龜子蛋嚟啊！哇，馬蹄吧，都係煮水好了。你攏捌食過馬蹄as juice 哦？八。嚇，你好食哦！只甜哦，只甜哦，我知。嚇？只甜嘅。特別我買家己切嘅咯，切絲話，安尼細粒嚇。好辛苦，你切個波絲。啲切個波絲，所以特登咁問何嘅類啊，佢俾嚟食。你一個我不食得啦，冇講咧，但係冇講咁食水桂枝啊！咁食啊啲唔是桂枝啊，特別本是啲。咁食是桂枝。是桂枝係咩？咁食是桂枝，冇可能是 vegetable 啊嘛。冇，伊是炒嚟，伊是滴嘅。伊是滴下掉。炒嚟其實是炒嚟，嗬，老實講。
甘蔗嘛是草啊，bamboo 是草啊嘛，草係嘛 ？Under grass 啊，under grass 是菇嘅只。咦，我真係吉蔗咯，但係草嘅哦。不是叫甘蔗哦。有一種青或一種是滴蔗。青個，bubble 是滴蔗。當佢唔知小孩你見哪人會曉，可能物件，人小你聽講。會曉呢？可能名叫滴蔗，咪唔知有哈。我計驚講我先一大步。我咪咁講。我都冇講蔗流。特別冇變，我是講變人細漢啊，10幾歲喎。我攞去半年都未肯講。冇人講少年咧，就攞去10幾歲，10個啦歲啦。唔會係心，唔會係心，唔會係心。係心唔知，係心冇聽咩等於？係心就唔知喎。係心就考察。唔知來無來嘅。特別唔知希望讓個會接到有興趣喺物件啊。咱差唔多。攏捌愛阮家己用喙，阮食甘蔗啊，還是打干那食甘蔗水呢？有我捌用喙白。好啦，來教了。特別就係諗嗰啲，特擺大邊出去邊個關事？你 crown 會錄嘅咯，你係包上去解。嚇，都別使上啊！你唔是俾切掉一盤嘅咩？誒，有當時頂到時我用喙嘅去白啊喙。噔噔噔噔，然後你開始頭也假啊嘛。下切一地噔噔上加 cucumber， 反一地薄嗦啫嚇。係你配出嚟。啊，呢隻 practice。你 practice 你 job 啊，打 blow job 是個 stamina。你唔是隻 ice cream 咩？你唔是你隻 ice cream 定你隻甘蔗是用薄嘛？你 blow job 嘛都用薄。冇嘛？你刮緊itu muscle，樣啦。成個 exercise 你夾鐵嘅嘛，所以夾啲甘蔗薄。你嗰種是用你喙啊，用你 lips 還是用你手機？用 lips 啊，特別你喙用是水嘛，你佢夾做邊？你食的甘蔗是用你手機嘛，就唔是用你 lips 去掃啊？唔是，我是講你薄一下做你 jaw muscle strong 嘛，所以把它嘛變水咯。我梗係極飲嘅咯。誒，等陣啦，妹妹講個結論啊，下嚟嗰陣我咪差唔多俾講另外一個話題啊，就是迄個nangka cempedak。nangka suka nangka suka cempedak。No, lemon suka. Cempedak suka deep fry yang macam ai. Cempedak deep fry. Nangka cak fresh eh. Dia nangka cak fresh eh. 我是個食我哋啲去食無飛冇好我人食幾粒nangka，食到我個掉咧。哦，我是個食nangka，你講食nangka，攏是食無洗過水啊，是食洗過水嘅。無洗哦。水嘅。都一頭那個。洗水啊會烘。頭食嚇，頭打擺俾人擦，頭食嚇。哈，水啊會烘。伊個無差唔多像啊嘛，全部大個nangka差唔多像形啦。伊下是條，可能像，你是伊開起來一隻粗味，可能面呢下面個包掉，面個包，那一成個一隻 alien 嘅可能哦。我係記嗬，我細漢你是往食啊，全部大嗬，椰子啊，往個牙醃，咪是滾水啊，然後又白啊，又食。哦，好了，我係記裏邊白，我梗係好了呢。這是真不達是啷個？chestnut 嘅可能。真不達是啷個？真不達。哦，真不達我冇食過，我頭擺是食啷個，就是講你煎嘅時候，伊係講煎慢火煎嚟講，伊裏面係色嘅，伊味字，伊是什麼生，可能攞裏面糊糊呢？唔是糊糊嘅，伊應該上個你食 chestnut 安尼款。跟女食豆啊！我頂人家嘅味字嘅陣呢，你若是食全部大味字是生嘅、混嘅。是咩？嚇，你煎呢？特別看你煎色，你若是無色嘅時，就是轉咯；你若是較色，伊是成個混轉啊，伊成個你跟人轉，可能冇混嘅。哦。OK，咱小打，咱要食禮拜過來食，咱食哦，本地佢節目食唔健康，講咱有蝦米嘅冇講到，講真正明顯嘅本地。見招。味招。有味招好了。我講條味招嘅時候，我講嘅，味招是食條嘅嚇。真正細條啊，真正甜，真骨嘅。你講啦，你講乜嘢？
我嗰個大利椒啊，特別大佬真正緊搞出嘅。哦，大利椒成咗啊！伊配實是夾伊我點。伊係咪有 B 字嘅嚇？係實是多粒嘅嚇。咁少 B 字咧，薄對 B 字嘅。特別伊白隻白位去。青嘅椒。青嘅椒是啦。Hello。個必勝牛咧？個只行個 online。Pisang Raja online。Long 聽到哇？有啊。聽到啊。Tôi tama baru ka tiap tu tu. 咁樣個 online 嚇 online。我冇知誒假字。嚇啲我咪是教一字。特別 Bali online。online 喂 boyfriend ยัง嘢大姨啊，到時人家有嘢 online 會話ยัง切一係檸檬好了，別加字嘅。唔係檸檬加別加字，係飲過加字。唔是係飲嘛？哦，係 lemon juice 檸檬是人樹人家人食開。如果我講講係飲，應該狂下貴人。唔愛錢一點。係咪嘅？唔愛錢一點咯。哦，嚇。真細粒嘢喎，因為真細粒嘢，我嚟特別賤啊！講過啦，嗱，講其實你唔講過嘅。斯里蘭卡係哦，你是鬼嘅，你講講鬼個數字你叫講斯里蘭卡係你紅嘢會。你講我講鬼個數，你另外就話地咧，咪攞是鬼咯，但是講到就諗咪講鬼個時候，你實接掉參掉。了人個咩啊？你擺再見一個物件，個係物件攞上下，冇啦，白刀嚟講嘅。OK，今時我哋特別嘉賓，這禮拜我特別嘉賓是善椒我哋個頭一擺嚟參加我人嘅搖豆歡迎啊！你一咁少嚟參加啦，แล้ว個特別驚每端嚟調個走而家，แล้ว山叫叫啦，แล้ว青菜加阿莫諾啦，咁時啊，各位聽眾講拜拜，拜拜。你是講你要聽鬼故事就接條聽。